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警方抄到一团大型骇客偷录的集团，抓到15个人。这个姓陈的嫌犯是找中国的骇客来联手，渗透到大企业的电商资料库，偷录购买人的商品来转卖，包括着成品册店、博客来、中油、中油、莱尔富等等的大企业，拢是受害者。另外，这个嫌犯阁来设钓鱼的网站，骗取到日本、美国、泰国的民众的信用卡的个人资料。若目前伫台湾的受害者超过100人，金额是超过300万。调查一下，大家投票。一出门就好，警方抓起来，这少年人拢是车手。警方侦办偷录开集团，总共抓到15个人。这拢是各大品牌加精的阿爸，拢是来自民众被偷录的信用卡买。另外，警方阁抄到一寡车祸的物件，像讲皮包啊、手表啊、皮带、阁有香水等等。偷录卡买来了，才阁卖，阁来被害人超过100个人，估计财产的损失超过300万。嫌犯就是以31岁姓陈的查甫人，有早期侵占的前科。偷录信用卡已经有6年时间啊。经过了解，伊找中国黑客联手进入电商的资料库，出入民众的资料，登入对方的电子支付，这包括莱尔富、家乐福、中油、成品、博客来等等，有真个大企业拢受害。嫌犯偷录卡买物件了，才阁转手。除了这以外，阁架设钓鱼网站，收入包括日本、加拿大、美国、泰国等等真济国家超过100万笔的信用卡个人资料，买物件才阁转手。他在相当多的这种犯罪的论坛上面结识了非常多的从事这种类似行为，比如说刚刚我讲的骇客，那他们来做一个合作的话，通常是以4成到6成的利润来分配。中国黑客处理真济民众个人的资料，甚至放伫网络底卖，警方不排除进前电商个人资料漏泄出去。甲这嫌犯有关联，警方将继续追查，嘛提醒乡亲，唔通点来路不明的网址，避免受害。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